台南邮局携手台湾邮政协会，12号伫新光邮局举办中秋由我来相伴，家园人员乐无穷活动，准备了象征祝福文旦礼盒安排邮局同仁送到辖区内多基长辈手中，互因伫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，感受到来自社会关爱甲陪伴。中秋节是大家团圆的日子，可是我们知道社会还是有一些独居的长者，甚至于是孤儿之类的。那邮政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很关怀社会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趁着这个中秋节，特别办了一个中秋有我在，家园人员大家团圆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准备了一些文旦，还有一些礼物，那给关怀台南市的独居长者，总共有198位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创造他们安定的心理，让他们觉得社会有关怀他们。那社会安定，我们国家才会安定。所以这是我们邮政公司对社会的一点小小的贡献。那希望呢，大家这个中秋节都过得很快乐。台南邮局表示，台湾社会中有23.3%、65岁以上的长者是独居生活。对着长者来讲，伫团圆的节日，孤独感更加强烈。因此，邮局活勤同仁伫工课当中，嘛抽时间探望这个独居长者，就算讲是简单的问候，嘛会当为因带来一份温暖，缓解因强烈孤独感。台南邮局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，让每一位独居长辈感受到社会关怀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